要嚟啦，等我幫手啦，我喐下呢個。哇，幾開心玩得，哇，好開心。幫你手拉啦，好唔好？哎呀，呢個。再介紹港足球第2屆熱愛近期面對內地經營成本唔好玩啊！飄飄，係幫下你啦。有2個候選人，一號劉游中國原因自由黨成員，佢並冇拍攝政綱；2號鍾國斌，職業係西文，冇香港背景，首次參選。我鍾國斌係今屆立法會選舉港足球第2功能界別。得嚟啦，好唔好？係咪想要聲啊？又嚟啦喎！會死！